我们来开第一天的主会后，啊。开始之前，我先来讲一个笑话啦吼，可能有人捌听过啦吼。讲有一天吼，一个绅士甲因太太讲啦吼，问因太太一个问题啦。有一天啊，这个老公问他老婆一个问题啦吼，伊甲问讲吼，我若有一天有外遇吼，你会安怎啊吼？那老公问老婆说，如果有一天我有外遇了，你会怎么样？这样子啦吼。这老婆说哦，我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严重哦。一堆人都是安尼啦吼。我唔知这句话是不是现今真理啦吼，但是英语有一句话安尼讲吼。我不晓得这句话是不是圣经的真理啦，英文有一句话这样说吼。说 Happy wife, happy life， 但是吼，我甲大家讲，这个当然是笑话啦吼。做唔对代志，得罪人，受着责罚，这本来就应该，这就是公义嘛吼。我们知道说吼，得罪人吼，受到责罚，这本来就是应该的，这就是公义嘛吼。公义上简单的定义是啥？公义最简单的定义就是。赏罚分明嘛，对不吼？咱的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个公义的神但是伊是敢若一个公义的上帝尔吼。伊嘛是一个满满有慈悲疼痛的上帝吼。我们的神不只是一个公义的神，也是一个蛮有慈悲怜悯的上帝哈。我们感谢主哈。即个咱今日大家人坐去遮。当然，为着这个原因尔，咱教会45周年，是不是安尼吼？我们今天大家都坐在这边，只为了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教会45周年的。45年来，咱的教会经历过真侪起起落落、风风雨雨。45年来，我们教会经过很多的起起伏伏、风风雨雨的吼，有火灾，有地震。冒破洞，我们经历了火灾、地震，也有暴动，但是上帝伫这中间拢保守祝福咱的教会。上帝在这其中一路保守祝福我们的教会。所以咱今日庆祝45周年，咱都要心存真大的感恩才会使哈。所以我们今天来庆祝45周年，要心怀满满的感恩才可以哈。咱要唱这首投靠者的葫芦内底吼，有两句歌词吼。我们唱这一首《投靠者的赞美》，里面有2句歌词。一句话讲，你的信心在你的四围。一句话说，你的信实在你的四围上帝是无所不在，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伊的信心啊，伊的四周围，意思就是讲，伊的信心充满伊所创造的无比勇敢。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他的信实在他的四围，就表示神的信实充满了他所创造的宇宙哈。另外一句话讲哈，你的慈爱流传到万代。另外一句话说，你的慈爱流传到万代哈。表示讲上帝慈爱无受时间的限制，永永远远就是疼痛。表示说，我们的神的慈爱是不受时间的限制，永永远远的爱着我们甲咱讲，咱的上帝信实之爱，充满伫规个宇宙甲人的历史的中间吼。这是咱的教会新像短短45周年的面顶，本身就是一个见证这告诉我们，我们神的慈爱与信实充满在这个宇宙当中在我们教会短短45年里面，我们的教会的历史就是一个见证所以要请大家跟我做阵来咱做阵来用这首歌，用感恩的心来感谢咱的上帝所以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唱这一首投靠者的赞美用感恩的心一起来将赞美归给我们的上帝。
亲像嘛是共款，我毋知影兄弟恁逐人即马面对啥物货，是有苦难，是有艰苦，是有啥物互你烦恼，还是逼迫的代志吗？你会当通放心，因为咱的主是万军的耶和华，伊是真理宝座顶掌管的。神的信实与慈爱，不只是在教会的身上而已。 也是在我们每一个个人的身上。我不晓得你现在正经历些什么，你有什么痛心的事，让你痛心疾首，或是失望的事，让你心里有怨恨、有苦毒，还有什么吗？请你记住，我们的神是万军的耶和华，他是在宝座上掌权的，他的信实、慈爱充满了全宇宙，是值得我们永远信靠的。我们再来唱一次，再来请看。
慈悲天堂，我的阿爸爸，我的上帝，满有恩慈，我们的父神，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我感谢你，伫这个所在，我陪伴这间教会45年来，你无离无煞，也照顾我，教护我。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地方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教会，45年来你不离不弃的照顾我们，祝福我们。主啊，我本是头份，不配伫你这样荣耀的稳定的就好。主啊，我们本是尘土，不配得你这样子的荣耀与祝福。但是我感谢你伫万人的中间，你拣选我做你的子女。主，我们感谢你在万人的当中，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这是何等的福气，何等的荣耀。主，这是何等的福气，又是何等的荣耀。帮助我时时会记你，我是上帝荣耀的子女，帮助我们时常记得我们是荣耀神、荣耀的儿女。也给你这个身份，凡事的顶面，拢无做互上帝见笑的代志。记得这个身份，让我们在凡事上都不做让神羞愧的事情。主我感谢你，因我们不管伫这个所在陪伴这个聚会，主我们满心感谢你，晚上我们预备这样子的聚会。恳求主你的圣神，只是给我们中间运行最刚将还。求你的圣灵，这是在我们中间运行、做工、掌权。我们的心伫你的面前安静，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安静下来。我们单单来仰望你，我们要单单仰望你，也要注心来听你的声音，也要专注的来倾听主你的声音，让我们的心在诗歌的当中与你来相遇。愿你祝福我的心甲你习惯中间来相拄着，让这个聚会充满你的阳光，让这个聚会充满你的荣耀。让所有的弟兄妹在你的面前得祝福，也让所有的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得到祝福。我们的祈祷、感谢，拢是奉靠耶稣基督至圣荣耀的名。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至高荣耀的名。阿们。领受信息的进前，安静咱的心，用祈祷的心，咱搁来唱一摆，轻轻啊，将咱这个心声提出来讲。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马上就要来领受信息了。在领受信息之前，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轻轻的对我们的主耶稣来诉说我们的心意，我们要静静的到他面前来聆听他的声音。
啊，我将生命的主宰，我一生最听从你的声。你是啊，我将生命的主宰，我的国家天天我的。你是大国家。 你是我这生命的主宰，我一生最听从你的声。你是我这生命的主宰，我的国家天天我的声。 我家庭的我的咱三个阿头来祈祷，听了我俩爸爸，我满心感谢你。45年来，你无欠亏阮半项上帝的福气，你有阮避万牧者，避万东工，避万兄弟姊妹，阮的这条天路的天无孤单。 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45年来，你的福气从来不缺少在我们的中间。你赐下牧者，你赐下同工，你赐下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条天路上从来就不孤单。主，我感谢你，等我来到圣地亚哥这个所在时，你如愿为我们备办你尽忠的劳碌，让牧师要来同咱甲阮分享你的信息。 主，我们满心感谢你，即使当我们来到了圣地亚哥这个地方，你依然预备你忠心的仆人将牧师到我们中间来传讲你的信息。主，我只是求你强健我的心，用忠敬、永无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信息。主，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掌权，帮助我们用谦卑、仰望、受教的心来领受今天晚上我们透过教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我们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的时间，我要交给牧师牧师来给咱介绍咱今日讲完的牧师。这时候，我将时间交给林牧师，大家来介绍我们今天晚上的讲员江牧师。哈，江牧师是 Hope Church 的牧师哈。 啊，伊个衫要安怎？OK， 伊要用有使命感的教会来甲咱分享吼。啊，我真感谢伊，当为免你长了咧甲我讲啊，是不是咱请江牧师来甲咱分享？啊，我甲江牧师联络，伊随时甲我回应讲 OK， 无问题，伊愿意啊，真欢喜。 啊，愿意甲咱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啦吼。啊，伊要用许多简单的经文来甲咱大家参加来思考吼。免啊，找着咱教会即个设立的目的，我想这个对咱特别我甲伊讲咱45周年的 retreat 啊，所以针对安尼目标来甲咱分享啊。Hope Church 吼，伫倒位呢？伫昨咱去迄个Botanic Church 迄个 Garden 啊，迄个城市，迄个城市叫啥？Sanitas 啊，伊个教会伫迄个所在尔吼，咱昨有经过，还无甲入水啦。嘿，伊伫迄个所在，牧师就开始开拓迄个教会，对规个家庭开始，然后即马因个教会是不哩大吼，因真重要一个事工，咱可能咱拢真困难对着，因真照顾伫 UCSD 的内底的学生，咱的一个青年 Melody 嘛是伫迄个所在互牧师照顾着啦吼，这嘛是我互牧师照顾着吼，毋但安尼尔，阮伫圣地个牧会是嘛叫照顾着吼，伊对青年对童工真正是关心，阮伫牧者的祈祷的联谊会中间，时常有机会做伙来同工吼今仔日真感谢伊吼，真爽快真爽快就答应要用上帝话来甲咱大家来分享。我
我想莫用一个时间介绍啦吼，安尼咱就要甲时间交牧师啦吼，伊要甲咱分享的主题就是拄则咱所看的吼，Hope Church 吼，来咱看伊的 Hope 是这个 House of Praise Evangelical Church San Diego 啦吼。OK， 咱拍鼓啊，欢迎姜牧师。感谢大家平安，真欢喜吼，而且甲大家用这伫遮敬拜，我坐伫遮，真大的感动，敢若转到厝共款，迄个感觉。我是伫1993年的6月份，伫 Dallas Richardson Presbyterian Church 的长老教会按立的长老教会牧师。所以其实我是长老教会牧师，但是我是新竹台湾新竹的客人，所以我的台语毋是介好，我的台语是信主了才开始学，有一个叫做卓仁仲弟兄，搁另外一个陈宗清牧师，迄当阵伫Dallas，迄当阵带我读台语的圣经，要像李牧师这样我是无法度读到这么难啊！你台语读啊，就是无简单伫遐我是参加这个台语的团契，为遐开始读台语圣经。我迄当阵，我1986年信主，1986年信主了后，我就有一个感动的想法，讲，有一天可能我会回台湾去传福音，所以我就爱学台语。所以我为1986年开始，87年、1988年开始，我就学台语。规袂晓讲开始读圣经，很难很难。伊到即马阁是无讲足顺序、足流利啦我有一回去即个洛杉矶的即个台湾教会讲道，去台湾教会讲道呢，讲道了落来，即个台湾教会长老叫丁昭生啦丁长老。就我对讲，姜牧师你来，我甲你讲即个亚伯拉罕是行割礼，毋是挂礼，无挂礼啦，毋是挂包迄个挂礼。我怎么会知道呢？割礼甲挂礼差什么？有什么不一样呢？无挂礼啦，有割礼啦。其实我毋是讲台语的即个阮厝是讲。台语甲客话，其实讲客话较侪，所以这个姜叫做姜牧师啦。姜猪牙迄个姜啦，姜猪牙迄个姜，很难念，因为这是客家人的姓所以足侪客人拢写这个姜这个字姜牧师、姜牧师不好念。我的名嘛是客人的名，也不是台语的名字但是我的台语是硬学起来所以人讲无顺序，毋通甲我见怪。其实是你若有家己的圣经请你拍开这个使徒行传11章，今仔日读这个13章是一部分，其实上重要圣经是伫11章，所以你若有家己的圣经，请你拍开这个圣经，掀开这个圣经11章第19节到30节，这是讲到。这个教会叫做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教会。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影响这个教会历史至少2000年，一直到今仔。是安怎样？这个教会有法度影响这个教会历史将近差不多2000年。到今仔日，咱称做基督徒，也是为安提阿开始，这是圣经讲。所以这个教会真特别。所以咱用一寡时间来读这段圣经，来为这个圣经来看，咱这个长老教会未来是要安怎行、安怎做。其实45年无简单，我信主嘛无45年，我1986年信主，到即摆嘛才差不多偌济29年。29年，我讲袂记，快29年了。我信主的时候应该是，我信主的时候是35岁嘛。
我今年已经63岁，所以60几岁，所以眼看就日落西山了哈。啊，但是这差不多30年，伫这个教会服侍，看到教会起起落落，有的教会足福兴，有的教会真困难，有的教会就方向不一样。李牧师，我真感谢李牧师甲东港甲我邀请，讲有机会来这长老教会，甲大家分享，我讲会使。长老教会就是我家己的教会嘛。坐遮毋是我长辈，毋是我兄弟，也是咱家己厝内人。Melody 刚才我查某囝呢，他们2个这些年轻人都是看着长大的为大学1年级、2年级安尼看得真嘛所以教会是敢若一个大家庭一个大家庭一样所以伫遮分享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honor 我都伫遮来分享。所以请你研开这个圣经《使徒行传》第11章，《使徒行传》第11章11章。我台语读不，我台语读不好，我用华语来读这个《使徒行传》第11章19节为19节开始，讲到这个安提阿教会这个教会，当然我们差不多用这个晚上，今天晚上的时间来思想这个教会是安怎的设立，伊是安怎的发展受上帝祝福，互上帝来使用，成做教会伫这个2000年来，互咱一个模范教会啦，这是模范教会。我个小来读一遍19节，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遇患难、世善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第21节，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们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1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革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这是11章讲安提阿教会。这个教会头一个特色就是这个教会经过患难，这个教会经过患难，经过考验。这个教会不是平顺的教会，是经过很多困难的教会。他用了一句话说，他说那些因为司提反的事遭遇患难、世善的门徒，一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就是这些遭遇司提反被石头打死，是在使徒行传第7章第7章的所在有记载，司提反，这司提反是和石头钉死迄当中的基督徒就开始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开始逃跑的时候，跑到各个地方去。其中有一个地方就跑到塞浦路斯岛，其中有一些人就开始在安提阿聚会。其实这个记载，跟咱台湾人的教会伫北美足相像，而且华人教会也差不多都是这样。当然，我们不是受到很大的逼迫离开台湾，但是咱的教会是移民的教会，
安提阿教会第一个特色就是它是移民的教会，伊斯兰是移民的教会。这个教会第二个特色就是讲，这个教会无牧师。我唔知咱45年的教会哦，有多少年没有牧师啊？啊，咱这有伫遮45年的无？有无？有没有在45年前在这里的？有吗？有。完了哦，几个？咱伫个45年前伫遮还有几个？2个啊！真的，真了不起啊！我们鼓励鼓励他们，好不好？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嘛，对不？45年前若无因就无咱。他是创立这个教会。是啊，伊当初伊嘛是离开台湾，走来美国，甲这安提阿教会差不多啊。伊当初敢有牧师，嘛无牧师，无牧师，逐个信徒安尼开始就传福音，教水就关怀，带囡仔，一家一户一户。安提阿教会是为平信徒开始的教会，毋是牧师设立的哦。安提阿教会就是平信徒设立的教会。其实这个原则到今仔日，犹原是咱长老教会最重要一个原则，就是讲这个教会兴旺，这个教会发展，甲咱会友足有关系。毋是靠牧师歹势哦，李牧师啊，毋是靠你哦，毋是你无听嘛袂使。一个教会不可以只靠牧师啊。安提阿教会就甲咱一个特色讲。教会发展是甲信徒有关系啊，甲信徒有关系。安提阿教会设立，毋是牧师去设立，毋是使徒去设立的哦，是平信徒去设立的。伫这个教会历史内面，平信徒设立的教会很有名啊，弟兄会、地方聚会所、主会所拢是无牧师的，拢是基督徒家己设立的。这个教会是受过患难困难，他的信心是经过磨练的。我相信这个教会45年前，无讲足多人啦，没有很多人啦。迄当阵的金，那个奉献钱、走所在买钱怎么来的，都是经过足多条件，一直到今仔日。一个教会能够发展到45年，真的很感恩。没有理啊。我们 Hope Church 能不能发展45年啊？可以吗？哎呦，可以国语礼拜堂可不可以发展45年啊？真的，一个教会我都发展45年，一直到今仔日。哦，我看到你们，我都很羡慕你们，你们实在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因为你没有放弃这个教会，你把这里当成你的家。你每个礼拜来，你这个灵修会来，你的45周年的纪念，你来参加。我觉得你们很了不起耶，这个所在是像吹啊，谁找到的？怎么这么厉害啊？我到圣地亚哥20年后，唔知有这个所在。我不知道有这个地方没有你知道吗？这个我们都不知道哎，我到圣地亚哥，我到这20单哦，我都唔知有这个所在，无啊，名咯，我都唔知道这个所在。我以为你家里这路是比较上前面。哎，这个实在是足了不起的哈，这个唐刚实在是很佩服哈。一个教会兴旺，甲咱每一个人拢有关系，甲咱每一个人拢不是说直接有关系。我嘛求主无咱的长老教会底下爱听牧者，你们要爱牧师啊，你都爱听牧者，因为爱牧师就是爱主嘛。我们如果不能爱主的仆人，怎么能爱主呢？所以求主无咱长老会友伊都爱学习，爱听牧者，照顾牧者，要照顾这个部分，不是讲咱外教。不是说我们多厉害，但是相对讲，这个教会兴旺、教会发展，系一个会友的中间，放在基督徒的当中，不是靠牧师，也不是靠长老哦，也不是靠长老哦。不好意思，我都讲这个普通的话，希望你听得懂啊。第二个特色，这个教会是一个门徒训练的教会。
这个教会呢，接受总会为亚罗撒冷派这个巴拿巴来这个安提阿教会来甲因教示，来引传这个教会。因接受总会派人来牧养这个教会。巴拿巴就是来牧养这个教会。巴拿巴这个人足了不起，伊叫做劝慰子，伊是安慰人、鼓励人的人。这个劝慰子，你若查圣经，你就知这个巴拿巴这个人足了不起。伊就是去找一个叫做扫罗这个人，这个圣经有记载记载，这个巴拿巴，阮是一个好人，有性情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这是25节。这句话是无简单的圣经在。巴拿巴去安提阿教会，教示咱主的道理，迄无问题。你教主日学查经，讲主耶稣基督，这无问题。但是巴拿巴要去大树找一个人叫做扫罗，这个代志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弟兄？为什么？扫罗的名声不好。还有没有别的？猜猜看。有的牧师不喜欢皇宫，他自己要照顾他，不一定有对。所以讲，阮这安提阿教会的会友是安怎的今仔日会离开故乡走来安提阿呢？是因为有一个人互石头定死啊，这人叫啥物名呢？苏提曼。苏提曼定互石头定死的时阵，有一个人在边仔呢，迄个人叫啥物人？今麦要去叫扫罗来做咱的牧师，你袂无？你要吗？我是巴拿巴，我甲长老讲，长老，我明仔载要去大树。伊讲你要去牧师，你要大树找啥？我要找一个人叫扫罗。这长老讲，你找扫罗创啥？我要叫扫罗来咱的教会做咱的助理牧师。你要讲啥？开玩笑。你知影这句圣经才是足无简单的圣经在。圣经讲巴拿巴去大树找扫罗，这不是简单的事啊！这教会容忍巴拿巴去找伊的助手，叫做扫罗这人。扫罗就是阮的元首人啊！你可以接受吗？不简单啊！这个不简单，这一段经文不简单。咱伫教会内面，咱的同工，你看不顺眼的，过去甲你冤家过，后壁批评你，来做同工，你看到他以后你也不来啊。这个圣经在甲咱讲，门徒训练，巴拿巴要找扫罗来训练伊，伊是看到教会的需要，什么需要？就是对真理的教示的需要。因为扫罗知影真侪旧约、先知书、律法书的真理，巴拿巴无，伊是鼓励人。一个教会有2种人是足需要，第一就是鼓励人的，像巴拿巴很会鼓励人，足够甲人高正的。我偷偷安尼问他几摆哈，就好几个人跟我笑脸跟我定讨嘞。哎呀，我心里就混乱。我看到 Melody 都不太理我。教会需要保罗、扫罗这种人，设立教会传福音的人，对福音的真理10分的了解人，教会嘛需要巴拿巴这种人。但是教会阁需要安提阿教会会友，对无？咱这个会友，若是牧师无听恁的话，恁敢有阁尊重牧师的意见？这就是这个问题啊！足侪教会拢发现这个问题，牧师做2当3当就走，教会安尼定换牧师，教会定换牧师好啊，不好？不好啊！牧师定换教会咧。
我差不多过去这10年吼，我每一年拢返台湾。我差不多7月份，我就返台湾。阮教会有一个台湾短宣队，每一年拢带这个Melody就知啊吼，我拢带迄个 UCSD 的大学生台湾教英语。台湾这几落年拢迄个初中就是国中生吼，会开放，互因去教英语安尼。所以阮就去迄个中学吼，国中教英语，安尼前后都差不多有10年咯。我才教10档哦。其中呢，我就有机会去国教会去讲道嘛。其中嘛，我去你的教会啊，你的教会叫什么名？西屯门诺教会哈，门诺教会。迄个教会哦，迄个教会有小偌久啊？为因阿公就开始设立了，因阿公开始哈。他的祖父开始就设立，迄个西门诺教会，嘛是讲台语的迄个门诺教会。有当时我就去迄棒球的贵格会，我就去棒球贵格会吼，我就发现一个教会的特色。贵格会，我差不多去3间贵格会的教会当中，我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迄个牧师吼，贵格会牧师伫伊的教会牧师会拢超过30档。一个牧师伫教会服侍30年哦。我都有一个是台大毕业的，他台大毕业读完华神就开始在教会侍奉，去服侍，戴牧师也是服侍，因那服侍拢超过30档。一个牧师有法度伫教会牧会30档，这是毋是教会福气？这嘛是牧师的福气。因为这牧师甲讲，这牧师啊，我即摆当工哦，是阮以前当工的囝。2代人头工啊，因2代人当工，这是有福气的教会。我看到，包括周神柱牧师，伊伫林良堂嘛差不多43档。一个教会的兴旺，甲对这个牧者的尊重是直接有关系的。巴拿巴要去大树找扫罗，这个扫罗是过去逼迫这个基督徒的人，讲较歹听是冤仇人，怎么能接纳把扫罗来安提阿教会服侍呢？我伫想讲，这个扫罗头一天来到这个安提阿教会，头一天要食饭，你叫我叶菜吼。你要不要给他菜吃啊？我想气到要死！阮上意爱迄个尸体饭都恁9头顶起啊！你又问人家假饭，饭都不给你吃。所以一个教会的门徒的训练，从自己的生命开始，不是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尊重神的安排。尊重神的仆人，听从主的带领，这个教会不一样。好，所以我也鼓励我们的同工爱牧者，也盼望李牧师安心在这里服侍，不要胡思乱想。安提阿教会受上帝祝福，不是无理由的，因为有法度，伊就接受为总会派来巴拿巴，伊有法度接受过去。逼迫教会这个扫罗，为他开始，这个教会开始来发展。扫罗在教会里负责这些事工有1年多的时间。后边讲一句话讲，基督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这是第3个这个教会的线，就是这个教会高举主耶稣基督，他高举耶稣基督，基督徒这个名。基督徒这个字是为安提阿教会开始，这个字就有2个意思。头一个意思，基督徒是小基督 （baby Christ） 或 little Christ， 就是还没有长大的基督，叫基督徒，小基督，还没有长大，有基督的生命，但还没有长大。第2个意思是说，他是基督的专家 ，Christian。这个字小可像 musician， 好，这个李牧师他们都是音乐专家了 ，musician， 音乐的专家，好，这个有一个 Christian musician、physician， 啊 ，electrician， 这都是讲这一方面的专家，基督徒的专家，就是基督的专家哦。
就是讲基督徒这个第二个意思是讲，伊是基督专门的人。我想问一下啊，我们当中基督徒有多少？基督徒举手我看卖啊，有几个基督徒？啊？这么少？这么他不是基督徒啊？他是不是基督徒啊？我再举一次好吧，基督徒举手一下看。哦，基督徒有这么多哈，那你们是不是基督的专家呢？不是吗？是不是基督的专家呢？学生啊，哦，学生。基督徒叫基督的专家，就是说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一切问题，你问他，他都有答案，意思是这样。你可不可以是这样呢？不是哦。这个专家这个字呢，在台语讲就是 profession， 就是啊 ，pro， 日语啊，日语叫 pro 叫日语啊。拍那个拍 golf 拍叫做叫 golf 叫 pro 啊，拍 tennis 拍叫做叫做 pro 啊 ，pro 这个日语啊。基督徒就是基督的 pro 啊，这个意思是这样。这个 pro 有3个字合起来的，就是 P 这个字啊 ，P 这个字要写下来啊，你拿一支笔写一下，我怕你今天睡着。pro 第一个字是 P， 就是祷告的意思 ，prayer。Pray to the Lord， 愿意向主祷告的人。Pro， 第一个是祷告，常常向主祷告，不论大事小事都向主祷告。基督就向主祷告。Pro， 第一个是 P，R 是 reading， 常常读耶稣基督，读神的话语。Pro， 第一个是 prayer， 第二个是 reading。O 是 obedience， 顺服神的话，这个叫 pro。基督徒就是基督的 pro， 是 pray to Christ，read Christ， 读神的话，遵守神的话，这叫基督的 pro。所以你是不是基督的 pro 啊？哦，不错哦。这样讲起来，你好像比较有信心一点啊。基督徒就是基督的 pro， 就是问到耶稣基督，我就知道，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你知道耶稣是谁吗？当你不认识耶稣，你就不能传耶稣；你认识他，你就可以传耶稣基督。你是耶稣基督的 pro。这个教会见面吃饭都谈到耶稣基督，在外面游泳池也谈耶稣基督，坐在车上也谈耶稣基督，所以看见他们就说这些人是基督的专家，叫做 Christian。我们比较客气。我是每一年拢去台湾差不多3礼拜，3礼拜了后就去台了3礼拜。所以我每一年去宣教，差不多1个月，我嘛多为台湾才回来。去台了宣教，去做这个门徒训练，做教导圣经，感慨很深，感慨很深。台湾的教会也给我印象很深。其中一个教会伫这个忠孝东路，我这个台北工专、台北科技大学遐有一个教会，迄个教会是差不多9年前设立的教会。这间教会足特别的，足特别的。伊差不多一年有法度带差不多100个到150个信主受洗。一年一年都有法度带到100个到100个人信主受洗啊！这伊9年前设立的时阵，才20-30个人。这教会足够传福音的，足够传福音的。婚礼啊传福音，丧礼啊传福音，食饭啊传福音，这足够传福音。这教会拢足很兴旺，很兴旺。去大陆嘛是，去大陆看，大陆人足够传福音的。我说怎么这么传福音啊？就是这回去大陆阮就去食饭嘛，去食饭。有一个，阮有一个同家生高姐妹，高姐妹高凤莲姐妹足悬的。
足落。伊是即个中国头一个摕到奥运金牌的即个姐妹啊，这她在过一礼拜打的啦，啊，你过一礼拜，足管的，足落，差不多200公分有了哈，一个女的啦，查某哈，高姐妹。伫中国足有名，因为伊是中国头一个摕到金牌嘛，奥运金牌。阮咧食饭的时候都有人起来问，讲，你是不是高凤莲啊？我说，哦，是啊，是啊。他说，哦，你是我们内蒙，我去内蒙古啦。哦，你是我们内蒙人的英雄哦。可不可以就伊翕相照相？要就伊翕相。阮边有一个内蒙的这个姐妹哈，迄当刚就讲，你要找她照相吗？哦，我问你哈，这高凤莲高主任啊，这高主任是信耶稣，你敢知？我唔知咧。这个高主任是信耶稣，你唔知？我唔知。阮这个都食饭，这道人拢信耶稣，你知影无？我嘛唔知，因为不认识嘛。伊两面讲。那你认不认识耶稣呢？不认识。我来告诉你耶稣是谁。对，假崩都要边啊，就跟他传福音啊。他说我不是啊，我是要来照相的啦。你说没有，你先听完耶稣再照相。就这样子就是安尼传福音我们这种心没有了，我们不敢。咱坐为洛杉矶坐飞机到台湾到台北，坐边为头到尾拢唔敢问讲你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不太敢问，你敢问吗？你不敢问我就知道你不敢问，因为我也不太敢问。我们失去了那个讲耶稣的勇气，我们没有那个勇气，我们想太多了，我们太担心了。我敢问讲，伊信不信耶稣，可能会得罪他，我会给他很 embarrass， 可能让他很不好。等一下我又发脾气啊，或者一直上厕所被他骂，那不是很麻烦吗？那想过多，我们把耶稣放在心里的深处，不太敢讲出来。安提阿教会的信徒就勇敢把耶稣基督讲出来。我就是信耶稣的，我就是信耶稣。你嘛信耶稣？你认识耶稣吗？你不认识。我告诉你耶稣是谁？不是安尼。这个教会是传耶稣基督的教会，非常特别，是由平信徒设立的教会，是经过患难的教会，是尊重这个属灵的权柄带领的教会，是做门徒训练的教会，是一个传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的教会。这嘛是咱长老教会这未来的45年，甚至更长远的日子，每一个信徒要努力的目标。你认识耶稣基督吗？盼望我们有一天像保罗所说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也深信他所交托给我的，我也深信他会保守我交托给他的。”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吗？这是安提阿教会的一个特色，他们传讲耶稣基督，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他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他不只是嘴巴讲，他是活出来。那我们在台湾宣教的时候，是每一年都会去高雄。我们有没有高雄人啊？我高雄人还不少还有好几个。我们每年都去高雄六龟育幼院。我们去六姑差不多去12年每一年都等。六姑差不多有80个囡仔，80个小孩，育幼院里面大概有70、80个。每一年我拢带这个大专的大学生回去教囡仔读册，早上就跟他们教英文，下午跟他们打球做活动，去六龟育幼院。以前这个六姑这个育幼院六龟育幼院也。院长叫做杨旭杨老牧师，有人知无？有人知影这本书无？这个杨老牧师，伊差不多2年前去世伊是104岁，伊43岁、42岁、43岁开始设立这个六龟育幼院，伊伫遐内面多做60年，伊一生就是做这项代志。
就是设立六龟育幼院。伊一生有养起差不多840几个囡仔大，一生养800多个小孩，为这个六龟育幼院。这六龟育幼院是伫这个老龙溪的边啊，老龙溪足水的，你若去这个六龟，你就知影六龟乡足水的，两边在中央山脉足水的这个老龙溪迄个溪边森林茂密，六龟育幼院。六龟有一个特色就是庙很多，足水庙的，庙拢起到足水的，都在半山腰的地方起庙，一间庙，足水庙。但是六龟乡的乡民，迄搭的人叫做杨老牧师，叫以什么名呢？他叫杨牧师说他是杨大善人，杨大善人，对讲这个人是咱这个六龟乡最了不起的人。第二个，他有个绰号，他叫做活菩萨。活菩萨，杨旭老牧师是六龟乡的活菩萨，意思是讲庙内面有真侪生的这个菩萨。但只有一个是活的，那个人是谁呢？杨牧师。所以这个杨牧师的见证，成为那整个乡里最了不起的见证。阮去迄个六龟乡知讲你是基督徒，他对你都是另眼相看。阮底下教这个英语，伫小学、中学，有一年是在小学教英文，嘛有这个尼哥尼哥骑这个乌托拜载囡仔来哎呦，这尼哥的囡仔，我都很不好意思嘛，这尼哥载这囡仔来上课，这怎么好呢？我俩在讲那个尼哥的阿兄啦，他哥哥的孩子，他从台北下来，我听讲阮有美国的学生去教英语载因厝的囡仔来上课，害我带一个讲，这囡仔，结果囡仔小孩子放下来就在跟我聊天我不了，我跟尼哥变成好朋友因为这里六龟产很多那个芒果在六龟乡山这里金黄芒果嘛，足大粒的。伊就讲他说你是牧师我是讲阮庙的迄个芒果足多伊乌多摆就载囡仔，头前载囡后壁就一笼这个芒果再来给我吃。后来我们两个就变成好朋友。他们对我说：“你们怎么对牧师、对基督徒这么好？”他说：“因为我们这里有个杨大善人是基督徒他叫活菩萨。所以基督徒的见证，一个教会的见证，是从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传出来，不是你嘴巴都会讲是从你自己开始活出来。你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长老会就有盼望。我讲卖讲不要说别人安怎其他人怎么样，这个人安怎，你不要讲别人，只要问自己说，我愿不愿意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其实你如果愿意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我们这个长老会未来的45年不一样的。我们这里有很多活菩萨，活菩萨，基督的生命是最美的见证第四个这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不一样这个教会是听到别的教会，听到母会，听到总会，耶路撒冷教会有饥荒，他们愿意按他们的能力来奉献，来支持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是有爱心的教会，是不一样的教会。那我们当牧者的我们在服侍的人，我们其实很不好意思我今天讲什么？我等一下明天早上睡起来，你们一定忘了一大半都不太记得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这些牧者呢，其实有时候我们接受到弟兄姐妹的爱心、鼓励、支持，我们常常都是终身难忘，终身难忘。一个爱心的侍奉，使一个人不能忘记不能忘记。所以再大的道理，再高的道理，都不如真正爱心的侍奉。那 Mother Teresa 讲一段话，
很值得我们思考。泰蕾莎修女，天主教有一个修女叫泰蕾莎修女 ，Mother Teresa 讲一段话，她说或许我们一辈子没有机会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或许我们这一辈子呢没有机会做什么伟大的事情，但是呢，求神给我有一个伟大的爱，做一点小事情。这句话很帮助我。我们或许没有什么机会做很伟大的事，但是求神给我一个伟大的爱，做一点小小的事情。那这个小小的侍奉，其实神是纪念。我们每年回台湾，我们人也很少，都是10几个，我们也做不了什么大事。可是看到这12年、13年来台湾的教会、台湾福音的发展，我们非常感动。其实台湾这10几年基督徒的成长、教会的成长，很值得纪念。包括长老会也是一样，台中的长老会、台北的长老会，蔡茂堂牧师在台北的教会，我们以前都是一起同工的。我在台福教会8年，在 San Diego 台福教会8年，然后现在在 Hope Church 10年，将近有19年的时间前后。但是我都相信，一个教会有爱心，弟兄姐妹有爱心，这个教会不一样，不是冷冷的教会，是真的被爱所浇灌的教会。安提阿教会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就是刚刚读的第13章，他们把最好的团队，巴拿巴、扫罗还有其他的，派到外地去传福音。那一个教会如果看重传福音的工作，一个教会遵守主的大使命，这个教会是不一样的。我先问你们一下，你们对我们现在这个长老会有没有盼望啊？有没有很有盼望啊？有没有很有信心啊？再过10年，还有多少人坐在这里啊？再过20年，不晓得。那还有没有盼望啊？有。为什么有盼望？对我们长老会为什么会有盼望？你知道为什么吗？有信心。当然我们需要有信心。还有一件事，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生的小孩，叫做什么小孩 ？Baby Boomer。Baby Boomer 是哪一年到哪一年呢？1946年以后生的。我们有没有1946年以后生的？到1964年以前生的。我再讲一遍，1946年以后生的，到1964年以前生的，这些人叫 Baby Boomer。现在几岁啊？65岁到几岁啊？55。就是现在50出头到65岁之间的人，这些人未来的10年、20年是多还是少啊？多。所以为什么我们有希望？为什么？因为台湾来的人口里面，55岁到65岁的，未来10年只会多不会少，你知道吗？这个教会有盼望，是因为有需要，有需要，有需要。这个教会明年一定比今年多人，为什么？美国每天的 Baby Boomer 超过55、65岁退休的人，每年都上万人以上，都上万人以上。很有意思哦。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们有没有去做过 cruise 啊？坐船啊？有。cruise 上的人是像 Melody 这种年龄，还是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你知道坐船上的人是哪一些人啊 ？Baby Boomer 的人。全美国、全欧洲所有的财富80%是在 Baby Boomer 的手中。你去药局买药。药局里面的药80%是为 Baby Boomer 做的，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吧？
为什么说我们的教会有盼望？为什么？因为以后的需要只会多，不会少，所以要好好珍惜我们这样教会，这个教会，我们要好好努力。我们不是没有前途的教会，神是要用这个教会来服侍很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生的小孩子，就包括我了。我就是63岁的人，我民国41年生的，1952年生的。我就是在找台语教会，我就是在找长老教会，我就是在找可以服侍的教会。我们的教会，长老教会，不是没有前途的教会。你告诉隔壁人说，我们很有前途。不要小看自己，真的，我不是随便讲的。要认真做，对，我刚刚讲过了，我不是随便说的。我们不是说我很有信心，当然要有信心。可是你看大环境的需要，就有这个需要。为什么我们可以轻看我们自己的教会呢？就是不可以。我们不可以轻看自己的教会，也不可以轻看我们的职分。我们谢谢主，有一对夫妻是45年前为这个呼召意向设立这个教会，到今天45年来，中心还在这里聚会。我祷告主，坐在这里的45年以后还可以坐在这里聚会。真的？怎么没有这个决心呢？怎么没有这个决心？一个教会肯去传福音，就有希望；肯往外去看，你去看，你就有希望。当然，我希望这个教会慢慢能够把国语、台语融起来。对不起，像我这样的一半吊子就可以进来了。刚刚我们弟兄一面讲台语，讲国语，其实我很感动，因为他很愿意这样做，对不对？他愿意这样服侍嘛。那我们就不分国语、台语，不分客家话，我们可以进来就聚会，我们可以服侍更多的人。一个肯传福音的教会，绝对是不一样的教会，因为他把门打开，他把福音传开了。年长的、年幼的，我祷告这个教会有更多年轻人进来。那我在 Ledger World 在 Laguna Woods 里面帮助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现在已经8年了。8年前这个教会是25个人，25个人。8年前它叫喜乐堂基督教会，在 Laguna Woods 里面，在 Ledger World 里面，这个教会在8年前设立的，大概20几个人设立。到现在这个教会上个主日大概140个人。Laguna Woods 你们知道吗？里面住的都是老人家。8年前设立那个教会的时候，在Irvine，在洛杉矶，拜托好多牧师去帮忙，这些牧师没有一个人要去帮他。有一个牧师来讲，哎呀，这种教会啊，残障人的教会，这是什么教会啊？没儿童主入学，没青少年啊，没青年啊，弄一寡。这种教会有什么前途？8年前25个人主会，今嘛140个人，人会少吗？不会少。我每个月去带他们圣餐，每个月带他们成立同工会，去年开始成立执事会，这个教会发展的，他们奉献很多钱做宣教，所以我们在台湾的宣教，6龟幼儿园的。台湾的宣教很多经费，这个教会是奉献这个经费去做台湾的宣教。这个教会也奉献很多经费去做大陆的宣教，因为它是华人的教会，它是讲国语的教会。所以我们虽然不能一定能出去宣教，但是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支持。我们一直在做苗栗的客家教会的工作 ，Melody 对不对？你去过吗？他也去过啊。我们去帮助弱小的教会。帮助台湾一些偏远的农村的教会，那些教会都很辛苦哎。我去上海的时候就碰到这个台商，哎呀，这台商真的，台湾的这个商人很感动，那基督徒。我说，哎，你们这些台商平常做生意做完赚钱回家，你们做什么呢？这些基督徒说，我们有一个使命啊。他说，哦，你有什么使命呢？我们有个 MIT 的使命。台商也有 MIT 的 ，MIT 是什么？啊 ？Made in Taiwan 啊？你是 shopping 多了。
Mission in Taiwan， 什么 Made in Taiwan？Mission in Taiwan， 这些台商的人都是台湾各大学毕业的，很优秀的人，从加拿大、美国、澳洲回去的，到台湾，让他们去大陆做生意。他们退休以后，他们有一个使命，叫 MIT Mission in Taiwan。他们在上海做生意的时候，他们接受华神在上海的培训的工作。现在台北到上海2个小时就到了，所以华神派很多老师去上海训练很多人。他们的使命是说，等我退休以后，我要到苗栗的乡下教会帮助牧师做儿童主日学、成人主日学，做关怀、做接送的工作。我要做牧师的助手，好不好啊？如果我们台湾来的人都有这个想法 ，MIT 还怕台湾的福音工作做不好？求主给我们有机会在北美的时候，好好的接受装备训练，有机会回台湾帮助当地的教会服事传福音。一个教会把门打开，愿意对外去遵行主的大使命，这个教会不一样，它是活的教会。很多教会对外传福音是不敢去传福音，对里面批评弟兄姐妹是很厉害，这叫做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勇于内斗。碰到慕道友就吓得半死啊！你起，就这样子。所以求主改变我们，从我们长老会，从我们自己开始，像Mother Teresa讲的一样，或许我一辈子没有什么可以做什么了不起的事、伟大的事，但求主把伟大的爱放在我心中，愿意为自己的故乡、朋友、亲戚做一些小小的事情，好吗？这是这一段安提阿教会不同的地方。平信徒的教会是一个门徒训练的教会，是尊重主的权柄的教会。是愿意去是来培训很多同工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尊主为大的教会，这个教会是有爱心的教会，是传扬主福音的大教会。我们休息一下，我的后段我就讲大概会有40分钟的见证，我就先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先来主，阮感谢你，阮为永远有机会。过来读到安提阿教会的历史，主啊，阮求你，互长老会过去的45年所领受的异象，这个负担继续伫兄弟的心内，成做因伫教会服侍的力量。主啊，你甲这个教会同工同在，因为吕牧师同在，李师母同在。你纪念同工过去45年。伫这个教会所献一切的疼心，因的服侍，因所献的祈祷，求主你纪念。为着เรา教会感恩，阮求你继续带领这个教会头前的路，互阮有这个希望，这个教会成做安提阿教会，现代的安提阿教会，成做教会，成做百姓帮助。愿你的名得到一切荣耀，听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咱休个者，我们休息一下。我想咱着去洗手间一时啊，咱就是转来。我要甲咱讲是讲后面的见证真精彩。拄则连基长咧讲着迄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情当然甲迄无啥共款但是姜牧师就是安尼我今仔日改正过来姜牧师伊的心上有上帝真大的恩典，我想咱真正爱好好来听伊的见证，为什么伊安尼足决心要来服侍上帝？我想这甲这有关咱慢慢来好，咱几分钟就好，咱再等伊去厕所洗手间了，咱就先转来谢谢。